St. Jude Children's Research Hospital喺兒童癌症同埋其他重症治療研究領域領先全球。喺治療癌症、黏狀細胞病等危重症嘅同時，醫院亦都關注患兒嘅整體發展。25年以嚟，St. Jude推行教學項目，幫助患兒喺治療期間維持正常學業。如今有 Chili's 冠名嘅 St. Jude 想像學院項目，致力於為患兒提供教學指導同學業權益保障。該項目鼓勵患兒盡快回歸校園，參與同齡人活動，從而增強佢哋嘅幸福感，並對未來充滿信心。想像學院項目已經獲得非營利機構 Cognia 嘅特殊教育學校資質認證。項目並唔直接授予學分或者文憑，而係通過個性化教學輔導同權益保障，幫助學籍保留喺原校嘅學生持續跟進學業。每位新入院患兒都將接受學習評估，從而獲得針對性嘅學習支持。目前，想像學院共有23名全職員工，每日為150幾名患兒提供服務，並得到16名志願者同90幾名 St. Jude 員工嘅協助。項目每週為 K12學生安排3次學習輔導，學齡前兒童則為2次。此外，學業協調團隊仲幫助家長了解孩子嘅學習需求，並喺必要時直接同學校溝通，做出合適嘅安排。好多康復出院嘅孩子仍然會專程回院看望老師，感謝佢哋曾經嘅支持。25年嚟，想像學院不斷為患兒提供條件同支持，幫助佢哋克服各類難關，繼續完成學業。通過教學指導、權益保障以及持久嘅情感聯結，呢一項目將繼續為St. Jude患兒家庭點亮前行嘅道路。天下衛視編輯報道。